伫上帝听内底，一切拢是美好。我靠主，咱的心就会得到平安、稳定、甲疼痛。人的心若定定喜乐，伊所行所做，也会伫上帝面前来甲上帝愈来愈契合。求主帮助咱，咱即时三甲做来感谢。对年头到年尾，也互我上帝时常看顾咱。咱感谢上帝的疼痛，咱也个会健康，咱也个会当平安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无论是伫咱线顶的兄弟姊妹，或者是咱伫现场的兄弟姊妹，咱拢感谢主，也为着咱的家庭得到上帝的保守，为着咱的国家得到上帝的看顾，为着咱抑阁有一口气来活落去，咱就是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互咱愈来愈经历伊的同在，互咱的心愈来愈喜乐的力量。咱三甲做开声来祈祷来感谢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荣耀主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伫阮身上河顶大的恩典，要继续保守甲阮三甲同在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对年头到年尾，你看顾阮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主爱信息永远伫地。伫今早起，阮阁有这个恩典来到伫主你的面前，来奉献，来敬拜，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，来甲上帝你的三甲。分享你的阳光甲疼痛，并且伫当中，阮亲爱兄弟姊妹倒转来伫这个所在，来享受伫主内面家庭的疼痛。主，阮为了这来感谢你，你享受阮活命的恩典，祝福阮，互阮伫任何的环境拢靠主欢喜。主，我来要感谢你，因为你医治人一切的病痛，互人对软弱中变做刚强。互人伫欠缺的时阵，犹原有你真侪阮的满足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主你医治，你看顾，你保守。无论是灵性上的病痛，或者是肉体上的病痛，主被亲爱的天父，你要亲自医治阮，看顾阮，甲阮三甲同在。因为你唔甘得人受苦，你愿意人坚强，唔是愿意人受苦。唯愿你伫阮当中继续保守引带阮。愿感谢上帝，你所享受阮一切的丰盛，享受阮的家庭兄弟姊妹的疼痛，一份的工作，或者是真侪份的工作，互阮就是会当服务，彼此来享受对上帝你所来伫基督内面真理的疼痛、刚强、稳定甲稳定丰盛的日子。感谢主，照你的话所讲，阮的日子怎样，阮的快乐也怎样，你的稳定是到也原用的，愿将一切荣光、乐乐、感谢拢归乎你。愿你亲自因着你的疼，搁再一届来到阮当中，接受阮的敬拜。愿阮伫你的面前，伫真理内底，伫诚实当中，甲主你三甲同心同行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时间，请明传兄来报告。兄弟平安，平安。消息报告：第一，个人风险柜的风险编号位置，将伫明年会有做小可调整，请兄弟伫年底前将个人风险柜的收据、风险地顶带走吼，也是做处理。多谢各位兄弟的配合。第二，12月23礼拜五暗时7点半圣诞音乐会，以及12月24礼拜六暗时7点半圣诞暗会 ，DM 电子档已经分享伫教会的群组，敬请兄弟踊跃转发，邀请亲友一同参加。第三，12月24圣诞暗会。诗班人员请伫12月20礼拜二暗时8点，伫教会1楼集合练习，同齐来服侍。第四，12月25下礼拜日圣诞主日将举行圣餐，以及洗礼式，敬请兄弟有备心，共修圣餐纪念主，并为
已经报名受洗，受洗者守望大道，受洗的名单有林琼娟、肖春芳、王永桥、曾千琪。第五，年度跨年祈祷会定伫12月31日礼拜六暗时8点到10点半举行。当周12月28线顶祈祷会暂停一摆，敬邀各位亲爱的兄姐一同来述说上帝赐予咱一年来的恩典，并一同仰望上帝的恩赐，带领未来新的一年。补充报告，以上报告。俄勒敬拜，请敬拜团。哈利路亚！阿门。啊，伫所有兄弟境外平安，啊，伫线上三个社会来修这个安息的主日当中，有望感动到上帝的广告，无论咱伫什么款的所在，咱甲边的人讲，大灵的勇士，上帝使用你来，大灵的勇士，上帝使用你，阿门。咱要就这份的福分，因信称义的福分来保护人知影。听起哩，嘿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让我知，好人知影，你大是神，你大是神，让我知，好人知影，你大是神的歌，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。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。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让我吹。知影，你大是神，你大是神，让我吹，叫人知影，你大是神的歌，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。耶和华的大慈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咱做伙来感谢祈祷，为着咱会当真正加对这大能的勇士，可以为着主的慈爱、公义去宣扬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！我的嘴要互人知影，哦，伊是大信心。我的嘴要互人叫人知影，互你是大出来迄一位。你的主啊，直到永远，你的信心直到万代。哦，主感谢你，哦，望我，每一个人会当真侪义的器具，献互上帝来使用。做义的器具，都互主大使用。而且阮因为安尼来做，脱离罪的羁绊。都努力，一直到我能才得到上帝新赐予我的永生，感谢上帝，这款的福分啊，这款的福分啊，阮爱逐人得到了后，搁来互人知影。嘿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。
好人知影，你大是实的高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用我嘴，好人知影知影，你大是神，你大是神，用我嘴。知影，你大是是的高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高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内面，互阮着调欢喜。阮若无靠家己的行为，若是靠着主一切恩典，道义的恩典，完全赎罪，保护耶坎，互阮来到主你圣宝座的面前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献给的主。主，我来今日你之相送。
你名是圣地，圣地。咱来领受圣灵的管压，咱来领受主的气来。哦，主，我要去传福音，需要领受你的权柄，甲你圣灵的能力印闭伫我的心中，因此我勇敢为你来传讲这个好的消息。特别伫圣诞节当中，咱为着无道友，为着阮的朋友亲情，伫教会有这款的准备当中，咱就把握机会，因为这款的准备的过程真正是无简单的，拢是上帝恩典来加做的。咱坐下来祈祷。现在最圣的主上帝，听通，永远听通的白上帝，真做伊的器具，你是我是阮的生命、青春、活力，伫主的面前，就是要为着主来真做你美好的工。求求耶稣基督，伊降世，咱来的就是要成全主公。哦，上帝怎样讲，就怎样行。哦，上帝啊，我若真希望安尼，也学是耶稣基督的听通。将这份好的消息，阮阮的亲戚朋友，阮阮的四周围，借着教会真正的活动，将人也有机会来听福音，来听你美好的诗歌。哦，主啊，互阮的脚踏出去，互阮的嘴为你来传讲，感谢上帝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来使阮伫这个城市、这个土地的圣灵的胜利印庇我们。我们为主来做工，主你亲自来应庇我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我在这位来为主做工，为主做工，我心快乐，你我一生路平平，我心充满高兴。做传福音的大群，要人知这款的福分，阿们。为主做工，我心快乐，让我甲救主同行，耶稣使我喜乐平安，救赎恩典已完成，我心快乐，我好生耶稣天顶喜乐。一刻刻好塞住，一样多年吸引我，我真快乐，快乐将远的我心，为主最高我心快乐，随你奇妙的暗路，我把开始表现的光，常常亲近主耶稣。我心快
快乐，快乐永远的我心，我心快，我副歌，副歌，啊，从头副歌。我愿好山野所地天喜乐我心，时时刻刻好塞主，一样多聆听音乐，我心快乐，快乐永远的我心。我心快乐，我心快乐，我愿好山野所地天喜乐我心。时时刻刻好塞主，一样多聆听音乐，我心快乐，快乐永远的我心快乐，我心快乐，我愿好山野所地天喜乐我心，时时刻刻好塞主，一样多聆听音乐，我心快乐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疼痛甲照顾，伫你的祝福，伫你的保守，伫你的引带，阮到伫如今，也会通伫你的调中，徛起伫你的面前。主，阮感谢你所赏赐阮极大的恩典、赦免甲怜悯，是你的疼，阮才会当徛伫你的面前服侍你。是你的疼，阮的活命得保守；是你的疼，阮所有一切，伫你的手中得看顾。主啊，阮的心独独向你献上感谢。当阮领受遮尔济恩典甲疼痛的时阵，阮阁要感谢，也向你恳求，将迄个疼人灵魂的心。感恩的心放伫阮的内面，亲爱的主圣灵恳求来激动阮的心，互阮真正亲像保罗，会当实实在在来经历，实实在在伫迄个所在，经历上帝你的大能。安尼讲，阮若无传福音，对阮来讲，就是一个灾厄了。当阮领受上帝你的疼痛甲照顾，阮得享你平安的日子，主，阮怎样会通将着这份的疼痛甲照顾，无去分予别人呢？求主激动阮的心，激动阮的灵，互迄个疼人灵魂的心。就是被上帝你对人怜悯永远的疼，也生发伫阮的灵内底，互阮会通知影，被上帝你的心意，主耶稣你降生的意义，不但是为着阮，更加是为着普天的所有的百姓。愿仰望伫主你的面前，愿你赐恩。愿你保守，愿你引带，继续带阮行伫你真理的光中，继续激动阮的心，持续引带阮，互阮将救人灵魂全家服侍上帝，当作阮人生上界重要打拼的目标。通互阮将来伫主你的面前，阮见到你的时阵，阮会通真正有平安，真正有阳光、勇敢来向你交笑。互主你也来接纳阮，互阮进入你的阳光，听到你对阮讲，我所听的件字，
入来享受天父为你所备办的安息甲荣耀。愿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同齐来上读新的诫命，请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阿免，请坐。那这咱继续来启用上帝的话。我来启兄弟来用，好个时阵三甲来上读。兄弟啊，我掠上帝慈悲劝恁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恁安尼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唔通效法这个世界，只着心意更新而变换。互恁测验什么是上帝善良、顺全、通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予我的恩，对恁逐人讲，唔通看家己过去所着看的，着照着上帝所分予逐人信心的大势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亲像咱有一个身躯，有真济的机体，机体也无拢是同款的用处。咱这真济人伫基督内面成做一身，互相联络做机体也是安尼。听人唔通虚假，恶爱厌恶，先爱亲近。听兄弟也彼此亲热，恭敬人爱彼此体谅，殷勤唔通变单，爱心内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甲喜乐的人着同乐，甲哀哭的人爱哀哭，着彼此同心，唔通志气悬大。颠倒爱扶救卑微的人，唔通家己掠做聪明。哎，唔通以恶报恶，众人也做水的代志，要留心去做。阿门。感谢上帝，下面的时间，咱请廖牧师来分享正道。更边。谢谢。来，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五早平安，佮甲伊讲上帝温暖，甲你做伙。兄弟姊妹和睦徛起，是何等的温暖的代志，伫上帝的厅内底，真正是以丰盛的恩典甲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凉冷的天气，总是也是一个温暖的日子。耶和华上帝用伊极大的恩典怜悯照顾伫咱的身上，无论伫任何时阵，定定会记，伊是主，永远的主，伊是听万项代志拢伫伊的手中。伊的确要照着伊的信息甲慈爱，成就一切美好伫咱的内面。咱这是三甲做献开周报第4面，同齐来上读今仔日主要的经文。约翰一书4章7节到21节，咱三甲做伙同齐来上读，请。亲爱兄弟啊，咱应该彼此相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的。既然有听心的，拢是对上帝来生，并且认捌上帝；若无听心的，就无认捌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听。上帝找伊独生囝来到世间。互咱才着伊得到生，上帝听咱的心，就伫遮显明了。毋是咱听上帝，乃是上帝听咱，找伊的囝为咱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听了。
亲爱的兄弟啊，上帝既然是安尼疼咱也着彼此相疼。对头来，无人见过上帝，咱若彼此相疼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，疼伊的心伫咱的内面得以完全了。上帝将伊的灵赐予咱，对安尼就知影咱是踮伫伊的内面，伊也踮伫咱的内面。爸找囝做世间人的救主，这是阮所看见并且做见证的。伊若认耶稣做上帝的囝的，上帝就踮伫伊的内面，伊也踮伫上帝的内面。上帝疼咱的心，咱也知也信。上帝就是疼，踮伫疼内面的，就是踮伫上帝内面。上帝也踮伫伊内面，安尼疼伫咱的内面得以完全，咱就会通伫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惊。因为伊怎样，咱伫这个世上也怎样。疼的内面无惊吓，疼既然完全，就甲惊吓除去。因为惊吓内底含着刑罚，惊吓的人伫疼内底无得到完全。咱疼，因为上帝先疼咱。人若讲我疼上帝，却恨伊的兄弟，就是讲白贼话的。无疼伊所看见的兄弟，就袂当疼无看见的上帝。疼上帝也应当疼兄弟，这是咱对上帝所受的命令。阿免。咱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就是疼的源头。你赏赐一切丰盛、稳定、甲祝福伫阮当中。也因为你极大的怜悯疼痛，阮得以称作上帝你的儿女。主你讲，你怎样疼阮，阮也着怎样相疼。阮受称作你的儿女，你做阮的天父，阮又搁互相称作兄弟姊妹。天父上帝，你讲，阮兄弟姊妹若安尼无和睦，你的心是何等的艰苦，所以求你帮助阮。互阮既然共有一个天父，天父上帝，你教示阮，照阮尊坛来行，互阮有一个决定，阮会通彼此相疼。阮同心仰望你赐恩伫阮下面的时间，继续保守引带阮，互阮甲爸上帝你三甲做伙，同心伫你的恩典内底倚靠你。互阮会当伫这段时间内底来听、来明白、来尊敬，通互上帝你心意的欢喜伫阮当中来显明。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疼上帝也应该得爱疼小人，这是咱对上帝所受的命令。是咱疼上帝爱疼人，会遮尔重要。咱来看，伫咱的生活内底有一寡咱无真斟酌的代志，但是基本上会影响咱的生活真济。这款影响咱生活的真济的时阵，咱就会了解伊无张无弛，伊就互咱的生活来着遮，还是着遐来走去。有的人看家己真无好势，看家己真无价值，这毋是上帝的心意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你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。甲伊讲，你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，所以毋好看轻家己。对，咱每一个人都爱看咱家己做上帝的宝贝。有一首诗歌吼，迄囡仔歌，我是上帝心肝宝贝囝，伊是这么疼我，你知吼？所以毋好看轻咱家己。你的领导好野善，迄是世间人咧看的。咱是照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。所以毋好看轻咱家己。当一个人看轻家己的时阵，伊对家己就会凊彩。我毋是讲咱逐项代志爱斤斤计较，但是若伤过凊彩的时阵伊就无法度画出迄个水的形象。化妆界的还是美容界的内面有一句话讲
无有歹的查某人，敢若有贫惰的查某人。即句话讲了有较过头，但是嘛指出某一部分的事实。我嘛是即句话用伫查甫人的身上嘛共款，无有歹的查甫人，只有笨蛋的查甫人。那安尼吼，垃垃圾圾，也无爱洗身躯，也无爱创啥，啊，规身躯安尼糊垃圾。哦，这就是看见家己，无斟酌着家己。看见家己的人，也真容易伫逐项的事上，毋敢和人讲话。所以看家己做宝贝。第二，有诶时阵，咱有一寡一讲歹习惯内底，咱就是拒绝面对事实。迄个人就明歹，但是我就无爱面对事实。啊，迄个查甫人，迄个查某人。迄个查甫囡仔，迄个查某囡仔，就已经对我愈来愈冷淡啊！就一日看就知影，边仔的人拢总知影伊咧利用你，但是呢，就是家己看袂清楚。其实毋是看袂清楚，是拒绝来面对迄个事实。第三，有个人无妥善照顾家己的身体。我毋是讲吼，人的身体有啥物款。食料酸遐料疼咧，长喙齿安尼酸甲用要害啊！但毋知吼是毋是生喙齿癌啊吼？所以就足紧张啊。结果是长补甘蔗补伤济，喙齿酸甲用要害安尼尔。但是足赶紧。但是有个人吼是安尼疼吼，已经疼规个月，但是拢无爱去整理，毋甘钱了。这款的叫做无妥善来照顾家己的身躯。了的时阵有一寡人吼，就是即个天气冷叽叽，但是看旧年买一领水衫伫遐，毋甘甲摕来穿，惊讲摕来穿的时阵，迄衫就贵，安尼买衫是要创啥咧？哦，这就是无妥善照顾家己的身躯。有个人看到啥物代志，就真容易替人建议，你着爱安尼做，但是伊毋知影别人的家庭、别人的生活。是安怎咧过的？你讲，你莫甲恁头家讲，你若要我早就甲转倒啊！恁兜遐好嘢，但是我若是失去即一份的工作，我是拢总无收入呢。我好大甲阮头家转倒啊！所以有诶时阵，咱会无穿着人的鞋，毋知人的骹安怎样疼。咱会过头主动去甲人提供建议。第五，有诶时阵，咱可能会抵挡歹代志。但是未必然，咱会支持好代志。咱只不过是伫迄个所在来听咱的口旨的命令尔。我就是遮够。所以咱爱真斟酌注意伫咱生活内底。有时阵基督徒也真容易有一寡即款第六点，容易真紧的出手来介入其他的人的代志。有时阵咱感觉上帝咱拢无咧做代志，约瑟。受关、受卖、受关做奴才。咱伫迄个时阵，咱若是读圣经读到遐，咱检查就会讲，上帝到底伫创啥？上帝目睭敢拢总无看。咱真容易安尼来批评。咱看到即个人艰苦，看到迄个人艰苦，是安那上帝哪会互伊安尼？咱毋知影上帝咧琢磨即个人，咧训练即个人。你知影古早的时阵阮老师细汉的时阵有饲一款牛蚕宝宝，知吼？一只白白的蚕宝宝。蚕宝宝为着要观察伊的一生，所以呢，对伊是一只细只安尼差不多1cm，了开始家饲到差不多大到5 cm、7 cm左右，了伊就开始伊一直食迄落酸水叶嘛。伊食到尾手的时阵，伊就结链的时阵，伊就是作茧自缚嘛吼。了伊会安怎样啊？爱夹破迄个链，了后变对迄个所在，对迄个链内底安尼经咧出来。但是阮有一个同学就看到迄蚕宝宝结链了变成蛾嘛吼。变一只鸭要飞出来伫遐就鸭要飞出来，伊头壳会先出来，但是迄时爱亮，
爱穿过迄个空，伊爱亮。阮咧同学哦，看讲咧亮遐久哦，伊就摕夹刀去甲伊夹过。结果的时阵哦，爷啊出来，真紧就出来。伊想讲，好，你也讲我做一个好代志，伊就出来。但是哦，迄时啊，两个就敲伊啊。是安怎伊爱亮迄个过程？伊是咧，互伊的时啊勇行。所以有一寡代志，我毋是讲咱毋好插手。上界大、上界好、上界水的祝福的插手是啥？为伊祈祷，为伊祈祷。听讲伊若真正有需要，你开喙的时阵，你来甲帮赞。或者是你伫祈祷当中受上帝的圣灵启示，你才出手。咱毋好一下的时阵，咱就出手，但是咱嘛袂当袖旁观啊，袂当伫遐插个讲，我着看你会当安怎，毋好安尼。所以咱毋好过头紧插手别人的代志。第七，咱有的时阵讲代志的时阵，敢若讲一半。有一个囡仔，一直真熬甲人偷掠鸡，所以伫因庄头的时阵哦，定掠鸡，甲人偷掠鸡，掠甲出名。了后，迄神父吼，天主教的神父，因为是规个教区嘛，一天看到的时阵，伊就讲：先啊，你即礼拜有共偷掠鸡无？讲无，我都无共偷掠鸡，我即礼拜拢无偷掠鸡。了后，迄边仔的同学哦，就怎啊伫个所在讲：你即礼拜真正拢无偷掠鸡，你着行过啊嘛吼。了后，迄同学就甲伊问讲：你真即礼拜拢无偷掠鸡？我讲我真正拢无偷掠鸡，我即礼拜敢若共偷掠鸭尔，我无偷掠鸡。这就是讲代志吼，讲一半尔。第八，咱有的时阵吼，看到古早人讲，看一个影，就生一个囝。有的时阵，咱就看到乌影就开枪。所以当你看到某一项代志，还无完全证明的时阵，咱就真容易陷入去来攻击迄个人、批评迄个人。其实这拢总是无好的代志。有时阵，咱将世间一寡代志来甲伊过头，甲伊分讲这是圣洁的，迄是无圣洁的；这是圣洁的，迄是世俗的。古早的时阵，阮细汉，阮若要去看电影吼，是爱偷偷去看电影。迄若看电影转来的时阵，互牧师知吼，牧师就讲：你遮尔啊无圣洁，才会通去看电影咧。细汉的时阵是安尼哦。但是看电影对啊毋对？无啥物毋对。你爱看啥物电影？个有的时阵哦，你将即个无犯罪的代志哦，甲伊分做神圣的，甲伊当做世俗的，这是会甲咱的生活变做咱信仰甲生活会分开去。工作是神圣的无？工作是神圣的哦。工作毋是苦毒。工作毋是讲基督徒看工作，无应该看做讲吼我呢遮歹命人，别人吼拢也毋免做啥物货，伊就有得食，佮食到18代人。阮着爱安尼认真拍拼才有一喙饭通好食。基督徒无应该安尼想，基督徒若安尼想的时阵，伊就是奴才的心。基督徒爱想的是。我是上帝的囝，我有能力来做这个代志。安尼你会变做工作的主人，毋是变做奴隶咧做工课。迄款心情一定爱转换过来。若无咱做任何代志，拢会感觉足苦楚。第十，咱有的时阵伫迄个所在，就甲人问讲：你最近好无？定真容易甲人问。讲我若有啥物代志，我替你祈祷。咱问人、关心人、替人祈祷、为人守望，这是好。但是上界烦恼的是，今仔日你听到，我甲你讲哦，迄牧师甲我讲伊安尼腰酸背痛，迄我甲你讲，伊就是做即个代志，做迄个代志，伊讲安尼拢毋敢讲，就敢若甲我甲你讲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甲别人讲哦。结果即款咱拢咧听八卦，咱无真正替人祈祷。但是实际上，将着人的苦楚摕来甲伊讲这，摕来甲伊讲迄，至到即款的生活模式、信仰
会成做咱人一寡的艰苦，甚至有人因为安尼会离开信仰。圣经讲这个代志，咱若无去斟酌着，伊就真容易在咱兄弟姊妹当中产生嫌嫌，咱会彼此互相伫迄个所在来猜疑。牧师敢会讲我的歹话，某咪人敢会讲我的歹话。当咱有即款的心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享受兄弟姊妹的相听，咱的艰苦会唔敢甲人讲，咱有心事无人替咱担当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甲你讲的代志，我私人的代志，若无经过我的同意，你莫去甲别人讲。你来甲牧师讲的，无经过你的同意，我嘛绝对袂去甲别人讲。医生甲牧师拢总有一个足重要的誓约，除非经过当事者的同意，若无你袂当甲兄弟姊妹甲你讲的代志去甲别人讲。所以求主怜悯咱。帮助咱，互咱伫遮无容易发觉的歹习惯内底，咱会通去斟酌着，通互咱会通真正彼此相听，互相照顾，无互咱会艰苦，或者是咱感觉歹势，甚至是咱个人真深的心事。结果提起互别人讲，造成二度的伤害、三度的伤害。为着要保护咱彼此，咱就要保护伊的所有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即个无容易察觉的这歹习惯内底，咱会当了啊去甲斟酌者，保守咱的心，保守咱的嘴，安尼。咱对消极的方面内底，咱就会当疼惜着咱的兄弟姊妹，咱的肢体。这个代志无一定是咱愿意的，但真有可能，伊实实在在已经在影响咱的生活。即使咱若是一个人欠缺互人疼的经验，咱也就真容易形成摊拄则咱所讲这10种无容易察觉的歹习惯，因为人无法度互人我家己所无的，我若无互人听过，我若无互人照顾过，我若无互人保护过，我就会因为别人讲我的歹，我就会去讲别人的歹。因为我无爱面对事实，因为我唔敢面对事实，无人甲我斗相共，所以我就会拒绝遐事实。所以咱的心爱拍开。咱来去察觉、发现这歹习惯，特别是伫受批评当中来成长的人。一个人伊若是定定受批评，定定伫迄个所在，无有人对伊鼓励，无人对着伊的保护，定定受人欺负的时阵，伊就更较容易形成看轻家己，拒绝面对家己，也伫迄个所在。伊会过头伫遐呢批评别人、伤害别人，因为伊的经验就是安尼的尔。咱爱斟酌这个代志，一个人会真做受害的人格形成，大概有几种。伊先会是一个受害者呢，因为伊有受害的经验。A 啊 B，A 啊 B， 生到遐 A 是要死，所以伊后界的时阵，伊就看轻家己，伊有受害的经验。即款经验的时阵。那伊伫当中伫同学内底，一个人看伊 A 啊 B， 另外一个人去看伊 A 啊 B， 到尾手的时候，伊就讲对，我就是只 A， 我就是无路用。伊就足艰苦，愈来愈艰苦。了，伊就建设性对伊家己有一个暗示的作用。我就是无路用，我就是只 A， 我就是无效，我后界一定无出脱。从伊落尾，伊就会开始用安尼的方法去批评别人。这就是一个受害人格这的形成，
伊有经验，伊强化迄个经验，伊建设伫伊的心内底，伊加害伫别人。我善，因为我善，所以我无法度去毕业旅行，所以我的强化善非常的无好，素养非常的无好。那善会互看见，会生活足济拢无法度做的，所以我互批评后届，我若看到一个人比我较善，我就甲伊讲：啊，你这善甲鬼要你啊！啊，你这无路用，你这世人无出头。这就是变做一款形成无好的受害者的人格。这款受害者的人格对着人，咱要怎样甲伊刷开去呢？咱一定要重新开始来形成一个新的祝福。这款新的祝福内底，伊爱接受新的观念。基督的信仰就是一个新的观念。了，迄个观念爱放伫伊内底。我绝对毋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我是照着上帝形象所创造的，所以我有尊贵，我有荣耀。伫活命内底，我是上帝所欢喜的儿女。我对安尼，我开始勇敢。我做工课的时阵，我着努力，因为我毋是工作的奴才，我毋是努力咧做工课，我是上帝的囝。当我甲一项代志做互伊好的时阵，别人虽然抢夺我的功劳，但是我知影我的能力伫倒位，我会当甲人照顾，所以迄款伫内心的行动，伊就开始形成出来。伊有能力，伊有去经验到对。你看，我遮够，虽然无人知影，但是我知我有能力啊。这款能力会伫我的内心开始显明出来，体会到新的经验。这款体会新的经验的时阵，伊就会带来对家己的意志。别人安怎讲我无要紧，但是我是上帝后生查某囝，我有能力。伊对着家己有自信，伊就愈来愈勇敢，伊就愈来愈有能力。伊伫伊的活命内底，就愈来愈有成就。所以对你的囝，对你的兄弟姊妹，对你的亲情朋友，无论过去人怎样看见伊，今仔日咱爱将着这个新的经验、新的祝福来放伫伊的身上。上帝就是听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咱过去的时阵敢无做歹，无定谈拄则所讲的迄10个歹的习惯，我拢总有，你拢总有。咱拢总有这无好的习惯，但是上帝赦免咱啊。10条戒算算的时阵，无定着咱10条戒拢总捌犯过咧。那照耶稣基督的标准来讲，无定咱10条戒拢总犯甲真咧。但是上帝主动来疼惜咱，伊毋惊咱的拒绝，一戒两戒，通过真侪人甲咱讲，上帝疼咱。所以这个人甲你传福音，你甲伊拒绝。但是上帝搁你兴起另外一个人传福音，咱嘛搁甲伊拒绝3摆、4摆、5摆、6摆、7摆，拒绝几落摆。但是上帝敢有放杀咱？无，我家己流浪拒绝上帝，差不多有6、7年久的时间，一直到上帝互我伫人生当中拄到极大的困难，当我的生命用要消失去的时阵，我才知影原来生命毋是我会当家己管理的。迄个时阵，我有一个新的经验。过去的时阵，我掠趁钱做我人生的目标，但是上帝一句话甲我提醒讲：人若趁着全世界，却失去家己的生命，有啥路用呢？伊还阁会当用啥物来换生命呢？伫款情景内底，我才知影着，原来还阁有比生命更较重要。除非你的生命是有尊老，除非你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。若无累积搁较侪钱财的时阵，终其落尾只不过是一个数字。咱活着是为着要祝福人，迄是上帝创造咱的目的。你祝福别人，别人祝福你，迄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，互咱成做彼此的祝福，就是上帝创造咱的目的。来，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，互咱成做彼此的祝福，甲伊讲。这是上帝创造咱的目的，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上帝无拒绝咱。咱注意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讲是无毋对，咱会有软弱的时阵。儿女既然有血肉之体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咱
咱受上帝拣选，成做伊的儿女，咱有血肉之体，咱的腰，咱会有情欲，咱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咱也有今生的骄傲。但是，迄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伊成做甲咱人同款的款式，伊嘛会腰，伊嘛有眼目的情欲，伊嘛有肉体的情欲。但是，伫这一切的代志内面，伊靠着上帝所想事的稳定，靠着圣灵的同在，伊赢过这一切。伊甲咱证明一样代志：咱无能为力的代志，靠着圣灵，咱一定赢会过。耶稣家己行过这段路，伊若空嘴保指，那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你拢毋知影我做人的艰苦。上帝讲：好，安尼吼，安尼无我的囝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甲你同款，成做血肉的身躯，会枵，会喙焦，会疼，会艰苦。但伊来啊，伊行甲咱同款的路，伊出世做红婴啊，伊可能嘛爱换尿珠啊，伊甲咱同款，会面对着人生这项迄项拢总会。但是，伊伫迄个所在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伊赢过啊。当伊面对十字架上介大的苦痛的时阵，圣经讲，伊知影这个时阵是上介大的艰苦，所以伊家己带着学生，做伙去克西玛尼园祈祷。主耶稣带着这个人，伫伊血肉将要承受十字架的时阵，要受顶十字架的时阵，伊知影迄个艰苦大到一个程度，伊真惊，家己无法度承受，所以请兄弟姊妹，伊这个学生同齐做伙去甲伊祈祷，为伊祈祷。耶稣基督所做务的，甲咱所做务的同款。遐个人，伊的学生会祈祷，甲咱替人祈祷同款。祈祷到一个程度，我忝到要死，要来困啊，就困啊，就真正困去啊。到尾也是谁祈祷？独耶稣家己祈祷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是你存到一个人的时阵啊。就是敢若剩你一个人咧祈祷的时阵，请你会记，上帝抑阁是听你的祈祷。耶稣基督家己行过这条路，伊知影咱的软弱，伊受试探，但是伊无犯罪，所以重点伫这个所在，伊对着咱提醒一项代志，伊。凡事甲伊的兄弟相共，要伫上帝事上成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着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伊既然家己受试探来受苦，就会当搭救受试探的人，因为伊甲咱同款行过受试探的路，但是伊无犯罪。总是伊会体贴咱的软弱，这就是道成做肉身上界重要的核心价值。咱的主，咱的救主耶稣，甲咱行过同款的路，只是伊无犯罪，所以。是安怎？全世界敢若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效，因为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人的死，拢总是为着家己的罪来死。但是耶稣基督无犯罪，伊伫迄个所在是为着咱的罪来死。上帝原本会当放杀咱，因为咱是罪恶的，是无清气的。但是透过耶稣替咱担罪，替咱死，
上帝为着要爱咱、疼咱，万咱会当搁倒转去伫伊的身边，受伊的照顾，受伊的引带。但是罪的问题爱得到解决，所以伊互无罪的耶稣替我、替你、替咱有罪的人来死。上帝疼，就伫遮咱来显明了。美国明尼苏达州刑事委员会捌发表一个声明，伊讲一个红婴就亲像一个野蛮人同款，伊开始出世生活，伊掠自我做中心，伊伫当中注意的就是伊的牛奶干啊，就是伊妈妈的注意，就是伊所要佚佗的佚佗物啊。你若甲伊拒绝一届，伊就伫迄个所在骂吼，受气，是伊无能力尔。若无伊若有才调，伊可能会举刀啊，甲你刣。虽然伊无知识、无能力，但是伊实在是垃圾，伊实在是误会，实在是无道德感。一个人若安尼继续活落去，无受道德的引带，伊将其落尾，就会变做上歹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救恩对咱来讲是安怎遮尔啊重要？因为咱人所学到，也对着咱的人的性情当中来看，世界的统计来讲，人若无受道德引带，掠自我做中心，将其落尾，伊所行的路，就会甲魔鬼行的路完全同款。有上帝赦免咱，所以你会通看，这个婴仔若无受引带，伊就会为非三者，将其落尾，伊会变做你会当想到更较无好的人。但是上帝亲自透过耶稣，甲咱对着这款的灭亡的过程，来甲咱救起来。所以咱也因为安尼，当咱接受耶稣基督做咱救主的时阵，咱开始会有一个新的身份，上帝的囝，上帝后生查某囝。咱伫这款上帝后生查某囝的身份内底，咱的确得爱真斟酌，怎样活出来？这款甲耶稣基督联合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。这个恩典对上帝所来，咱就殷勤来接受，用心来接受，用信心，用咱的决定来接受。是安怎爱安尼接受？因为你的信念内底想啥物货，你就会做啥物货。今仔日遮尔寒的天气，你今仔日是安怎坐伫遮？因为你做一个决定。无论这个决定是别人对你的鼓励，还是你家己主动的决定，总是你做一个决定来到这，对无？迄就是你定要做一个决定，因为你内底有一个信念，我要来到这，所以你的信念会变做一个行动，你得采取这个行动，你甲你的信念连做伙，所以就形成今仔日咱坐伫这。这个物件，这你若有看，这叫做稻草啦。稻草人咧切啊挂了的时阵伊就有稻屑，就伫遮一采一采稻草。稻草基本上无啥路用啊，因为伊就是稻草无就是甲伊做香火的物件。古早抑阁有路用这会当甜草音嘛，来香皂。但是即马稻草无啥路用，有的时阵就是摕去做纸还是啥货，做较俗的物件。但是你斟酌稻草真有意思。稻草一斤无几角银啊，但是青菜，若咧贵的时阵一斤可能5-60。但是稻草一斤无几角银，但是伊甲青菜白做伙的时阵
稻草一斤嘛是遐钱，你敢听我的意思？所以怎稻草一斤，所以怎有那变30啊、50啊？哦，因为伊甲青菜绑做伙啦。但是吼，这抑个毋是介迄落诶，稻草含啥绑做伙呢？这叫做大闸蟹。哦，你看稻草含大闸蟹绑做伙，伊就变做甲大闸蟹平价。一两嘛，过60过一十，所以各位你含啥物绑做伙吼，足重要。你莫讲信啥拢共款，吼，完全无共款。信主耶稣，成做上帝的囝，有圣灵点伫你的内心，互你会当真正分辨出来，啥物是好甲歹，啥物是现即个世界的，啥物是有永远的价值的。迄真无共款哦！我甲你讲，绝对无共款，毋好讲有共款，完全无共款。所以，人一直靠家己咧修行，但是修到落尾手的时阵，愈修愈艰苦，因为做袂到嘛。但是上帝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差遣伊的囝来到世间，毋是叫咱修行，是替咱担罪。迄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。咱犯罪，上帝甲咱讲，咱若肯悔改，悔改毋是足艰苦心哦，毋是干那安尼尔，是我原本安尼做，你啊我回头倒转来，讲上帝啊，我无爱安尼做。你会无能力，但是圣灵的加添，互咱能力。所以，咱会赢过罪恶啊，毋是修行，是赦免、甲稳定、甲能力，互咱会通行向上帝的善良、伊的荣耀、甲伊的祝福。所以，这是上帝。你和谁做伙，这非常的重要。伫咱的活命内底，咱爱真斟酌注意。你的信念，你所相信的是啥？你就会变做啥？比起人讲什么话，咱人活出来的生活，更较会当真实来证明咱所信的是什么话。在凉冷的天气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证明了你是一个超找真理的人，你是一个甲上帝绑做伙的人。上帝既然安尼疼惜咱、赦免咱，互咱有能力赢过罪恶，那安尼，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？圣经讲，疼既然完全，伊就将一切惊吓除去。伫这当中，咱斟酌注意看，咱先看这经文哦。你来看吼，这11节哦，10节讲上帝疼咱，差遣伊的囝为咱做挽回祭。对，原本上帝当甲咱放杀，但是上帝犹原疼咱，接纳咱所做的这歹，但是伊望咱，讲咱毋好阁继续做歹。咱若继续做歹，终其落尾，咱会失去救恩。但是咱若一直踮伫伊内底，三号则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踮伫上帝的内底。进前2礼拜的时阵，传道有甲咱讲过，踮伫基督的内面。意思就是啥？无离开啦！亲爱兄弟姊妹，你即马踮伫安乐圣教会礼拜堂内底，等下你离开，安尼你就是无踮伫安乐圣教会内底啊，无踮伫礼拜堂内底。所以无离开的意思，就是甲上帝话念做伙啦，照上帝话去行，就是。踮伫上帝的内面，踮伫耶稣基督的内面。安尼你家看哦，亲爱11节讲，亲爱兄弟姊妹啊，上帝安尼遮尔疼咱，咱就要彼此相疼。对头来就无有人看过上帝，但咱若彼此相疼，咱上帝就会踮伫咱内底，
疼伊的心会伫咱的内底得到完全。所以你要怎样证明你疼上帝？我要安怎样证明我疼上帝？就是上帝怎样原谅我，我也怎样原谅人。上帝主动来找我，我也主动去甲人找倒转来，互伊互上帝疼。这安尼，咱就是住伫上帝内底，咱就会完全，并且这13节讲，上帝将伊的灵赏赐互咱。对安尼，咱就知影，咱住伫伊的内面，伊嘛住伫咱的内面。上帝的灵感动咱，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哦。你知影，人无承认上帝做伊的天父，无承认耶稣基督做救主，这毋是这个人教呢，这是迄个恩典伊还未领受到。迄是这个恩典伊还未领受到，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囡仔吼，有一届一个囡仔啦吼，因老师出了一个题目，伊就讲吼，有一个人，一个小朋友行伫头前，后壁有4个小朋友。安尼请问，拢总有几个小朋友？有一个人在后壁有4个小朋友，安尼全部拢总是有几个小朋友？4加1嘛，对不？5个，对不？不然就好，有一个小朋友后面有4个小朋友，安尼总共有几个小朋友？5个，真正。迄个小朋友哦，伫迄个所在，伊就想啊，伊甲因老师讲啊，毋是啦，伊就甲伊问啊，伊就甲伊讲哦，伫遐呢，伊就甲伊讲5个小朋友就是后壁5个，但是啊，伊就甲你若甲伊用圆形的，你若用圆的咧，用圆形的，敢会变做5个？好，我这个答案无介重要，我要甲各位讲的这样代志，就是伊怎雄知影。当你了解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是抓到迄个 key point， 就是抓到迄个上介重要的点。咱的活命内底也是安尼，咱有真正去知影。耶稣是咱的救主无？还是咱只是干那定听讲啊？耶稣是高人，耶稣是教主。但是实际上有一天，咱也真正会当体会到，原来耶稣是救主是这个意思。安尼，咱就真正有收到上帝予咱的礼物啊！迄个时阵才是真正的圣诞节，基督降生伫你的内底。了，伊怎样讲这个代志呢？伊就伫这个所在讲，被上帝差遣伊的囝做世间人的救主，这就是咱所看见并且做见证的。当你认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囝的时阵，你就有天父。人有耶稣基督，伊才有法度承认天父上帝。这是约翰咧讲的，真清楚指出一样代志。我若无认耶稣基督，敢若有爸，但是我无救主啊，我无法度入到迄个所在去。所以伊伫这所在讲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若真正知影上帝对咱的疼，上帝疼咱有一个介大的目的。17节讲啥？安尼，
你来看哦，16节到17节，你也做看。上帝听咱的心，咱也知影也信。上帝就是听，住伫听内底，就是住伫上帝的内面。上帝也住伫伊的内面。安尼，听伫咱的内面，得以完全，就会通伫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惊。请注意，听伫咱的内面，咱面对将来的审判，咱就无惊吓，因为咱有听。约翰伫这个所在咧讲一项代志，上帝安怎赦免咱，咱也一定得爱安怎样啊彼此赦免。真侪人掠做上帝救我就好，我唔免去原谅别人，所以家己的生活愈弄愈艰苦。马太福音对这个代志讲了真清楚，有一个人，伊欠伊主人几千万的，几啊千万两，1000万两。了的时阵，这个人甲伊的主人讲：“求你原谅我，因为我无啥物通好行李。”主人看伊丧凶，就甲伊讲：“好，安尼我原谅伊。”听到这个人出去的时阵，看到一个人欠伊10两银，可能就是1年当的薪水。了，伊伫这当中啊，伊就甲伊讲：“你欠我的钱还我。”了，迄个人讲：“我即马，伊讲的话甲伊甲这个人甲主人讲的话共款。伊讲：求你原谅我，因为我即马无啥物通好行李。听下后盖我若有，我一定行李。”这个人唔愿，就甲伊掠起来，甲伊告，甲伊关伫监狱内底。了，有人去甲主人讲：“人欠你原谅迄个1000万两的人。”有一个伊的朋友欠伊10两尔，结果伊就甲伊关伫监狱内底。主人听着真受气，就来甲伊讲，对伊讲啥？你这个狗奴才，你恳求我，我就将你所欠的来赦免你啊！你敢无应该照我怜悯你的来怜悯你的同伴吗？主人就受气，甲伊交互掌权的，听候到伊还清所欠的债。请问伊敢有法度还清？无可能。了，咱爱斟酌，注意这个结论。咱同齐来读35节，请。恁逐人若无对心内饶恕你的兄弟，我天父也安尼款待恁了。这句话内底有2个意思，一个或者自然律。上帝讲这句话字面的意思就是安尼：恁若无对心内底饶恕你的兄弟，我的天父也得啥？我若无饶恕恁，我来讨恁的罪。但是安怎上帝安怎讨咱的罪？上帝袂举锤啊，甲咱讲。上帝设立了一个自然律，设立了一个自然律。什么叫做自然律呢？就是一定安尼，你若甲火弹来身躯，你的身躯一定着火的嘛。这叫做自然律，倒水落头毛一定会淡去，这叫做自然律。那安尼，上帝照这句话安尼讲的时阵，伊讲我安尼款待你，来，识书啦。我面公遐你徛起来做，这叫做真面公啦。号称听讲是安乐圣教会第2缘道的啦。蔡奇亚州啊，蔡奇亚州第2缘道的啦。第1缘道伫遮啦。蔡奇亚州就干2个查甫尔咪。哦，够啥？哦，够佩兰啦，对啦对啦。人迄个上缘道的，即马嫁去台北啊。好来，请坐啊，这有这面公兄。你甲看哦，我若拄着面公兄，我若扣刑伊，我若拄着面公兄，伊就遮尔啊缘投你，所以我扣刑伊比我搁较缘投。我若看到伊的时阵，我敢会甲伊拍招呼？袂，看到伊我就滑头过。伊也毋知影我咧扣刑伊啊，请问啥物人的心会艰苦？扣刑人的艰苦，还是用扣刑的艰苦？对，这叫做啥？我天父就安尼款待恁，毋是上帝特别要来伤害咱，是咱家己安怎咧伤害家己啊？
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听是安怎遮尔啊重要？上帝都无甲咱扣现啊！那咱要和上帝算账，敢遮1000万？我看唔啦。từ细汉到大吼，古早的时阵，迄个教育部长讲这啥罄竹难书啊！若要写多吼，写袂了。所以原谅人，疼惜一个人，原来是偷放了咱家己，知影吗？上帝都会堪责原谅咱、疼咱。咱今仔日愿意称做上帝的囝，咱敢毋是原来就爱安尼彼此相疼，互相赦免？安尼上帝的心毋才会得到帮助。圣经讲，你敢无应该怜悯你的同伴，亲像我怜悯你吗？上帝是安尼甲咱高正呢。若甲无的时阵，咱其实安怎？是互咱的生命愈来愈艰苦。你知影？人90%的病痛，人90%的病痛，是出自伊的心情拍结。了75%的癌症，甲一个人无原谅别人有绝对的关系。无原谅会成做人生活上介大的毒瘤。圣经讲，伊会生出一个毒根出来。你若斟酌来看癌细胞，我来讲，你斟酌来看癌细胞，真正含根足相像的，含迄个咱的树啊根哦足相像。你斟酌去来看，你若伫显微镜内底来看癌细胞啊，伊个生真正含迄根足相像的，就是因为伊伫内底有一个圣经甲即个物件吼做苦毒，毋是热太阳，就是一个痛苦的苦，一个毒药的毒。滴到人落尾，迄个心变做又个苦又个毒，所以长期落尾，伊就生出癌症出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疼惜原谅别人，你会偷放你家己。圣诞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咱有收到这一份礼物无？圣经讲。迄个无怜悯人的，嘛会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毋是将来上帝审判，伫现此时咱就已经审判咱家己啊。圣经讲，原来怜悯别人是按照审判来夸胜。咱要怎样过到一个得胜的人生？怜悯别人，你就已经管理了你家己。你知影做王的意义是啥无？做王的意义，毋是咧管别人。甲耶稣基督同齐做王，是因为伊有法度管理家己。你对我无好，但是你对我无好，我就对你无好，安尼或者我互你管，听有无？你对我无好，所以我就对你无好，安尼或者我互你管，因为我爱对你，听有无？我佮讲一解，你对我无好，所以我就对你无好。安尼我是咧对你嘛，对无？因为你对我无好啊，所以我嘛对你无好啊。安尼我是咧对你啊，安尼你就是我的王，你咧决定我爱做啥。但是你对我无好，嘛佮我会当管理我家己啊。我决定要对你好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我就是决定要对你好啦。安尼你就是做王啊！你毋免互对方来干涉你啊，是你家己会当做决定。你虽然对我无好，但是我嘛要对你好，这就是上帝，对无？这就是上帝的囝，对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才是圣诞节上介重要的意义。听，完全了律法，就是咱替人担，但是伫咱替人担进前。是耶稣已经替咱担，已经将咱的罪担起来，
将伊的疼，天父上帝将伊的疼赏赐予咱，并且予咱有能力去疼、去照顾、去分享。一个人读神学读100分，但是甲上帝袂和睦，无听上帝的话，世界甲人冤家。这个人神学院读100分，伊的神学也是0分的。一个人有上帝的话，甲上帝好好，知影虽然我得罪上帝，但是上帝已经疼我，我愿意成做上帝的囝。含人也上帝安怎原谅人，我安怎原谅人。这个人的关系会真水，会真好。安尼，这个人的神学才是真正100分。伊神学毕业啊，含人好好，含上帝好好。这是主在教示咱的主祷文的时阵，祈祷文的时阵，第2方面所讲的，赦免阮的辜负。上帝，你已经赦免阮的辜负啊，亲像阮也爱去赦免辜负阮的人。当咱有赦免遐欺负咱、辜负咱的人，上帝也安尼来赦免咱。当东英牧师对咱的提醒。愿咱会记住这个代志。圣诞节，所以会当庆祝，不是因为圣诞大餐，不是因为圣诞的 party， 乃是因为上帝亲自为人设立了救恩，解决了咱人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罪。借着耶稣基督替咱担起来，为咱做万会节，甲咱带转去上帝遐。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了为你生所犯的罪，爸爸，我拢已经替付了啊！求你搁再一届接纳这个不孝子。上帝看到耶稣的面，上帝讲：好啦，我搁该接纳一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万会节，这是基督为咱所做的。咱今仔日会当称作上帝的囝。伊赏赐予咱稳定，咱有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罪袂当伫咱的心上作王，咱开始有圣灵的开咱，会有能力赢过罪，会当去听别人，去服侍别人。毋是别人对咱的要求，是因为你的内面、我的内面有上帝圣灵同在的开咱会有能力去听，有能力会当听惜人。安尼就是将着上帝证明出来，你也当经历上帝，也当享受上帝，你的活命会带来天国的尊荣，伫地人亲像伫天里同款。三角阿头来祈祷，赐平安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伫阮要搁做罪人，也毋捌你的时阵。你就让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为阮的罪来死。迄个时阵，甚至阮都拢也要出世，但你用永远的救恩来听候阮翻头倒转来，甲你三角同行，来互你疼惜，互你照顾，互你引带，互你伫阮的活命，赏赐予阮一个全新的开始。互阮有能力去原谅、去赦免、去疼惜、去爱，互阮的活命，因为安尼带出上帝国的荣光，阮家己也伫其中得到自由、得到丰富、得胜，阁有荣光。感谢天父上帝所赏赐予阮这一份上介大的礼物，就是赦罪的恩典。佮互阮成做上帝后生查某囝，享受上帝国的权柄、能力甲祝福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伫咱当中，今仔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？咱感谢上帝的听，咱甲咱的兄弟姊妹讲，愿上帝赏赐互你永远的平安。愿你也接受到这份礼物，咱感谢主的听痛，所以咱这是三角做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上帝的听，既然这么大，咱也着安尼
用这一份的疼来回应，不但是疼惜上帝，也疼惜原谅咱身边所有的，互咱的心会通亲像上帝的心同款，主动来原谅，为家己建立一个尊严的活命甲荣光。三角起立来吟唱这首诗歌，同齐来奉献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，用我嘴，互人知影，你大信心，你大信心。用我嘴，互人知影，你大信息的歌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用我嘴，用我嘴，互人知影，你大信心，你大信心。用我嘴，互人知影，你大信息的歌永远万代。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，我要唱，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歌，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。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全能的主上帝将着智慧圣灵的恩膏赏赐予你，予你真明白伊的疼，领受耶稣基督诚做你的救主，你一生的主，你的恩宠甲祝福。各愿全能的主上帝，因为伊的疼，照着伊的信息，加添予你快乐，予你有能力，予你有权柄去听。去照顾、去分享、去怜悯，通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上帝面前大大得到稳定，有能力来祝福众人，互你的日子充满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光明、稳定、听通甲祝福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日第一场聚会就到这个时阵，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